而家全港最恐怖、最唔多人察覺嘅金融海嘯已經悄悄殺到，唔係樓市微調，唔係普通經濟低迷，而係香港銀行正式出手，全面清算千億壞帳。專門組建嘅銀行特遣隊已經全線出動，緊鑼密鼓收數、清資產、追債務。無論你係自住業主、商鋪投資者、寫字樓老闆，抑或係做中小生意嘅個體戶，今次冇人可以獨善其身。如果你近期有做按揭、有銀行融資、有物業在手，或者經營緊香港生意，你一定隱約感覺到，而家銀行嘅畫風同以前完全唔同。以前對你客客氣氣、有傾有講嘅客戶經理，而家變得極度嚴謹、寸步不讓，順帶審核、帶後巡查、資質復檢樣樣從嚴。成個銀行體系嘅風控尺度直接調至史上最緊模式。金融圈入面早已炸開鍋，坊間流傳嘅消息絕對唔係謠言。全港各大銀行秘密組建精英特遣隊，目標直指逼近1000億港元嘅逾期壞帳同風險信貸資產。呢一支隊伍絕對唔係大家印象中嘅收數佬，反而係一班高學歷、高專業度嘅金融精英，專門負責盤點風險、強制補倉、債務重組、資產拍賣，專門收割今次市場入面嘅高風險資產。好多人仲以為係市場誇大炒作、危言聳聽，但睇返金管局官方數據、各大銀行披露嘅不良資產報表，再加埋近期一單又一單嘅物業接管、銀主盤拍賣、企業清盤個案，你就會知道呢場資產大清洗已經全面落地，力度廣度殘酷程度係近20年之最1000億。壞帳絕對唔係紙面數字，背後牽動住全港數萬宗住宅按揭、幾千宗星亞地產融資、幾十萬間中小企嘅經營貸款。一旦全面爆發出清，勢必引發連鎖式資產貶值、債務違約、物業拍賣，一場覆蓋全港嘅金融海嘯正在逐步發酵，無數家庭資產、企業命脈、多年積蓄隨時一夜蒸發。大部分香港市民同中小經營者到而家都未睇透今次風暴嘅核心真相。呢隊神秘銀行特遣隊究竟有幾大，殺傷力1000億？壞帳嘅真正源頭喺邊度？呢場自上而下嘅資產洗牌會點樣一步步影響我哋普通人？最緊要嘅係喺呢場避無可避嘅金融震盪入面，我哋點樣保住自己嘅物業，守住自己嘅血汗錢，唔好成為今次清洗嘅犧牲品。今日呢條片，我哋唔講空話，唔吹水，由宏觀周期、市場亂象、銀行規則實操對策，全方位拆解今次香港1000億壞帳風暴嘅前因後果，教大家穩穩避險，守住資產。想睇明而家銀行嘅激進清算動作，首先要復盤近幾年香港成個市場嘅變化。過去幾年，香港經歷咗長時間嘅市場低迷，再加埋全球持續加息，本地消費生態大轉型，商業地產需求大幅萎縮，曾經風光無限嘅樓市、商鋪、寫字樓市場同埋中小實體經紀全面落波，市場活躍度持續低迷，資產只升不跌嘅神話徹底破滅，企業賺錢越來越難。早年大家靠低息高槓桿，搶住入市炒資產擴生意，累積落嚟嘅海量信貸，由最初嘅優質貸款慢慢變質成逾期貸款不良壞帳，造就咗而家呢個1000億級別嘅風險大坑。睇返銀行業最真實嘅核心數據，金管局持續公布嘅銀行業特定分類貸款比率，亦即係大家通俗講嘅壞帳率，近年一路飆升，已經突破10年安全紅線，去到極度危險嘅水平。全港銀行不良信貸總額無限貼近1000億港元當中，新嘅地產貸款、中小企經營貸、高槓桿住宅按揭係壞帳重災區。行業統計顯示，單係香港幾間龍頭上市銀行，新嘅地產板塊嘅檢截壞帳就高達幾百億，部分銀行商業不良貸款率甚至衝破20啦，市場風險完全失控。好多普通人對1000億壞帳呢個概念冇實感，我哋用實景講俾大家聽。呢1000億不良資產對應住全港幾百個核心商圈、商鋪、大量甲級寫字樓、大型商業物業，仲有幾千套住宅、幾十萬筆中小企貸款。呢啲全部係過去10幾年香港市場槓桿炒作累積落嚟嘅核心資產。一旦銀行集中清算批量拋售，市面上會瞬間湧現海量平價銀主盤，直接擊穿原有市價，帶提全城資產一齊貶值。更關鍵嘅係，銀行係金融體系核心，監管極嚴，絕對唔會放任。壞帳越堆越多，風險無限擴散。好多人誤以為銀行錢多家底厚，抗風險能力好強，但事實恰恰相反。商業銀行係全世界監管最嚴苛、容錯率最低嘅行業，尤其係香港上市銀行、跨國銀行分行，
既要受金管局監管，又要對海外總部股東、國際評級機構負責。資產質量、開莊比例、風險覆蓋率，全部有硬性指標。一旦開莊率超標，就會被監管約談，限制業務加收合規成本，信貸評級亦都會被下調，導致融資成本暴增、信譽受損、業務收縮，最後陷入經營危機。正因為有自保，又規避系統性金融風險，全港各大銀行管理層先統一決議，組建專業化、精英化嘅專項清算特遣隊。呢班人同街頭催收完全兩回事，唔會騷擾，唔會恐嚇，全程用合規專業制度化嘅手段處理風險資產，堪稱金融界嘅精英稽查部隊。隊員全部係銀行高薪聘請嘅專業人才，包括註冊會計師、金融大律師、風險管理分析師、資產估值專家、拍賣操盤手。部分銀行仲會聯合4大會計師事務所、專業資管機構協作，專業度同執行力遠超普通銀行客戶經理。呢支特遣隊嘅運作邏輯好清晰，分2大步驟全面洗數全港風險資產。第一步就係全域盤點、大數據篩風險，佢哋會打通銀行內部系統，將所有按揭客戶、融資客戶、經營貸款客戶嘅資產、流水負債經營狀態全部清查一遍。唔理你係手握幾十億資產嘅地產大佬，抑或係普通自住業主細鋪老闆，只要你嘅抵押資產跌穿銀行風險紅線，或者你個人公司現金流轉差、還款能力下降，系統就會自動標記，拉入重點監控黑名單。呢度要揭穿好多人嘅致命誤區。好多人以為自己月準時供樓，從來唔逾期就絕對安全，唔會被銀行針對。但而家銀行嘅風控邏輯已經徹底改寫，以往淨係睇還款記錄嘅單一標準已經淘汰，而家實行資產市值極、還款能力、經營狀況下信用評級4維審核。就算你一期都唔拖，次次準時還款，只要你層樓間鋪市價大跌，個人同公司現金流緊張，償債能力下滑，你依然係高風險客戶，照樣會被納入清算名單。呢個就係今次資產大清洗最隱蔽、最致命嘅地方。完成風險篩查之後，特遣隊就會啟動第2步殺招，亦都係引爆全港資產海嘯嘅關鍵。提前收貸、強制補倉、抽貸斷貸。好多在香港買樓做生意嘅朋友，習慣咗只要準時還款，銀行就唔會理你合約可以安穩做到到期。但絕大部分人都冇仔細睇過自己嘅按揭同融資合約，幾乎所有香港銀行嘅貸款合約都藏住一條隱藏條款，銀行有權根據市場變化、資產貶值、客戶財務惡化，隨時提前終止授信，要求自款人一次性清晒所有欠款。經濟好、資產漲價嘅年代，銀行靠放貸食利息賺錢，自然唔會動用呢個權利，反而會放寬尺度，鼓勵大家借多啲加槓桿。但而家千億壞帳壓頂，銀行嘅目標已經由賺錢盈利變成保命避險，所以會毫無保留動用所有合規手段，集中抽貸、提前收貸出清壞帳。呢個就係今次全港資產大洗牌嘅根本原因。我哋用真實市場案例，等大家直觀感受呢場風暴嘅殺傷力。早年香港樓市商鋪市場最旺嘅時候，好多投資者、生意人瘋狂高槓桿入場，7成8成，按揭係常態。部分商業貸款槓桿甚至高達9成。當時市道火熱，租金穩定，資產日日升值，高槓桿嘅風險完全被掩蓋。大家靠租金同資產升值，輕鬆 cover 月供同利息。但市道一轉，商鋪租金大跌，寫字樓空置率飆升，樓價持續回調，資產估值直接斷崖式下跌。舉個真實例子，一間巔峰時期市值1億嘅核心商圈旺鋪，而家銀行內部估值可能剩翻6000萬，但當年銀行批出嘅貸款本金接近7000萬。換句話講，而家抵押資產已經唔夠冚貸款，形成資不抵債嘅風險。呢個時候，銀行特遣隊就會即刻發信，要求業主喺限期之內補足1000萬級別嘅資金缺口補倉，如果唔係，就會立刻啟動法律程序收樓拍賣。喺而家香港嘅經濟環境底下，絕大多數中小老闆、普通投資者根本拿唔出大額閒置現金補倉，好多人生意只係夠周轉，家庭現金流只係夠生活同供樓。一旦冇辦法按時補倉，銀行就會即刻接管資產，進入司法清盤、公開拍賣，將私人物業變成銀主盤，極速套現核銷壞帳。單單一間物業拍賣只係個別事件，但當全港銀行一齊大規模拋售銀主盤，就會引發毀滅性嘅連鎖反應。短期之內，市場會湧現海量低價資產，銀行為咗極速回款，
往往會以3折4折嘅超低價拋售，直接拉低全區全品類資產市價。原本財務健康冇預期、冇風險嘅業主，都會被動面臨資產貶值、抵押物價值再縮水，繼而觸發新一輪嘅銀行篩查同補倉要求。呢種滾雪球式嘅惡性循環，令市場風險越滾越大，完全停唔落嚟。今次資產風暴入面，除咗炒樓炒鋪嘅投資者，香港幾十萬間中小微企業係受傷最重嘅群體。中小企係香港經濟嘅毛細血管，撐起大量就業崗位，維繫住零售、餐飲服務、文創等各行各業。早前市場低迷期間，政府推出100%擔保中小企低息貸款，幫好多瀕臨結業嘅首威持爺頂住難關，勉強生存。但持續加息，經營成本上漲，本地消費大量外流，徹底壓垮咗好多中小企嘅現金流。而銀行特遣隊對企業嘅風控，比個人信貸更加嚴苛、更加直接。團隊會24小時監控企業銀行流水、營收數據、客戶穩定性、資金進出情況。只有發現企業連續幾個月生意大跌、核心客戶流失、現金流緊張，系統就會即刻亮起紅燈，標記為高危企業。一旦被標記風險，銀行就會要求企業提交最新財務報表、經營單據，甚至上門實地視察鋪面、辦公室庫存同運營情況，全面評估企業生存能力。只要銀行判斷你有違約風險，就會即刻凍結企業營運帳戶，或者強制要求一次性清晒所有經營貸款，徹底斷貸。對中小企嚟講，營運現金流就係性命，斷貸、凍結帳戶基本等於判企業死刑。好多原本可以慢慢轉型節流、熬過寒冬嘅公司，就因為銀行突然抽貸，冇錢出糧、冇錢交租、冇錢進貨，被逼無奈清盤結業。企業倒閉之後，名下商鋪、寫字樓設備，甚至老闆個人抵押嘅物業，都會被銀行納入清算範圍，進一步加劇市場資產拋售，形成倒閉、清盤、貶值嘅惡性循環。呢度都要提醒各位普通自住業主，千祈唔好僥倖。唔好以為風暴只係影響投資者同生意人，自己月月供樓就冇事。今次金融海嘯係全覆蓋無差別嘅，普通人只係風險爆發得遲少少，絕對唔係冇風險。金管局雖然多次呼籲銀行要理性對待樓價波動，善待準時供樓嘅業主，唔好隨意抽貸斷貸，但政策只係指導性原則。銀行實操有自己嘅一套風控標準，喺千億壞帳壓頂、監管壓力巨大嘅情況下，銀行有無數合規手段，唔違規都可以查到你嘅風險，收緊你嘅信貸。其中最普遍嘅做法就係重新評估所有按揭客戶嘅還款能力同資產風險。而家大量香港住宅已經陷入負資產，抵押物價值大幅縮水，自動劃入銀行高危資產名單。與此同時，市道差公司裁員減薪、花紅縮水，好多人而家嘅收入比當年申請按揭嘅時候差好多。銀行透過大數據查到你收入下滑、償債能力下降，就會以客戶財務狀況出現重大不利變化為由，要求你家擔保人提前還部分本金，優化信貸結構。如果普通人滿足唔到銀行嘅要求，銀行就會依據合約條款啟動債務追訴，甚至司法追償。除此之外，好多人買樓都買咗按揭保險，而保險公司嘅風控比銀行更加嚴格。面對全港大規模負資產同壞帳，保險公司會收緊承保標準，施壓銀行風控。銀行為咗避免賠付損失，自然會將風險壓力轉嫁俾普通業主，令一班安穩供樓嘅家庭無端捲入資產危機。如果大家想真正睇透今次千億壞帳風暴，就唔可以只睇表面嘅收樓、拍賣、抽貸動作，要深入拆解背後嘅宏觀金融同經濟結構問題。呢場危機絕對唔係偶然嘅市場波動，而是多年利空累積集中爆發嘅必然結果，亦都係香港經濟轉型、金融週期重構嘅必經陣痛。首先，全球貨幣政策大轉向係今次香港信貸爆雷資產洗牌嘅核心導火索。過去10幾年，全球長期處於低息零息嘅寬鬆環境，資金平到離譜。香港依託聯繫匯率制度，長期跟隨海外低息政策。樓市商鋪按揭利率最低淨係得1厘2厘，超低嘅融資成本，令所有人都敢瘋狂加槓桿買樓買鋪投資，資產價格被一路炒高，形成低息賺大錢、槓桿穩賺嘅錯覺，亦都埋下海量信貸隱患。為咗壓制全球高通脹，美聯儲帶頭開啟咗史上最激進嘅加息週期，全球平錢時代徹底終結。香港冇自主貨幣增赤，只能被動跟隨加息。短短幾年之間，最優貸款利率同業拆借利率大幅飆升，
按揭利率由1、2厘飆升到4厘以上，供樓利息直接翻倍，利息暴漲，對全港市民同生意人造成雙重致命打擊。對自住業主嚟講，每月月供憑空多幾千上萬港元，大大擠壓家庭生活同儲蓄空間。好多原本財務寬鬆嘅家庭，瞬間變得捉襟見肘，現金流緊張。對企業同投資者嚟講，大額融資嘅利息成本一年增加幾千萬，直接吞噬所有經營利潤，由賺錢變虧錢，長期累積就變成逾期壞賬。當借錢成本高過做生意買資產嘅回報率，10幾年嘅槓桿賺錢遊戲正式宣告終結。其次，香港本地消費生態、經濟結構嘅根本性轉變係壞賬爆發、資產崩盤嘅內在核心原因。長久以嚟，零售、餐飲、文旅服務係香港經濟嘅核心支柱，靠住自由行紅利同獨特區位優勢，香港匯聚全球名牌、金色特色美食，吸引大量內地遊客消費，撐起核心商圈天價租金同物業價值巔峰時期。旺角、尖沙咀、銅鑼灣嘅街鋪租金高居全球第一。無數人重金買鋪投資，靠租金同升值致富。但而家香港嘅消費流向已經徹底逆轉，而且係不可逆嘅。內地城市商業配套越嚟越完善，服務越好，性價比極高。而家好多香港人週末假期都會落深圳、廣州、珠海消費娛樂。同樣嘅錢喺香港只可以食一餐普通茶餐廳，喺內地就可以食大餐，享受優質服務、沉浸式娛樂。大量中產消費力持續不移。每週都有數十億消費資金流出香港，本土消費持續失血，本土消費萎縮，直接導致零售餐飲行業大面積倒閉，核心商圈客流暴跌，門店執笠不斷。曾經寸土寸金嘅旺鋪，而家吉鋪隨處可見，剩低嘅店鋪都要降價促銷，壓縮利潤先可以生存，根本交唔起高昂租金，租令需求崩盤，租金大跌，直接令商鋪資產價值斷崖式縮水。當年天價買入嘅鋪位，而家租金連利息同月供都唔夠付，最終淪為銀行壞賬。除咗零售、餐飲、寫字樓市場嘅危機更加嚴峻，係1000億壞賬嘅重災區。中環、金鐘、灣仔核心商務區嘅甲級寫字樓，以前係跨國金融機構、中資企業、外資公司嘅首選，租賃火爆，空置率極低，租金同市值穩居全球前列。但隨住全球經濟調整，外資收縮，總部遷出，內地企業赴港擴張需求降溫，香港寫字樓租賃需求大幅疲軟，空置率創出20年新高。而家核心區好多超高層商廈，空置樓層高達2、3層，大量空間長期租唔出。早年發展商靠大額銀行融資起樓買樓，而家租金收入大縮水，營收根本唔夠冚貸款利息同本金。好多大型地產商、機構投資者陷入債務危機，要同銀行傾延期減息，甚至出現違約。單單一棟商廈嘅壞賬就高達幾十億，海量大型項目風險疊加，最終形成1000億級別嘅金融風暴。多重內憂外患夾擊，令香港銀行業嘅風險徹底失控。對各大銀行而言，拖延風險、放任壞賬堆積，只會令資產質量持續惡化，最終觸發系統性金融風險，連累成個香港金融體系。所以組建特遣隊，全面清壞賬，出清風險資產，係銀行自保、避免系統性崩盤嘅唯一出路，亦都係今次全逆資產大清洗全面展開嘅根本原因。面對呢場避無可避嘅金融風暴，我哋普通人最關心嘅，永遠係自己嘅荷包同資產安全。我哋冇能力改變宏觀大勢，亦都阻止唔到銀行嘅封控動作，但我哋可以靠精準理性嘅應對方法，規避風險，守住財富，唔做犧牲品，甚至可以喺風暴過後搶佔新嘅財富機遇。結合資深金融從業者實操經驗，分享幾套個人、家庭、中小企都適用嘅保命避險策略。第一，徹底扭轉舊有理財思維，放棄短期反彈幻想，堅守現金為王，儲備充足現金流。過去10幾年低息炒貨時代，香港人根深蒂固，覺得現金會貶值，通脹會蠶食積蓄，淨係專投股票基金先可以保值增值。所以大家一有錢就買資產，甚至借盡槓桿加碼投資，追求利潤最大化。但而家資產清洗週期，舊嘅財富邏輯已經徹底反轉。而家市場最值錢嘅唔係物業數量，係穩定充足嘅現金流。銀行今次篩查嘅核心就係現金流薄弱、償債能力差、資產縮水嘅高危客戶。只要你手頭現金充足，夠晒應付月供、利息突發補倉，就絕對唔會被劃入高危名單，安穩避過清洗。手持多套物業、商業資產或者現金流已經開始緊張嘅朋友，千祈唔好心存僥倖，
唔好以為市道好快反彈，今次嘅市場調整係長期性結構性嘅，絕非短期波動。如果硬撐死守，只會不斷耗盡積蓄，最後資金鏈斷裂，被動違約資產被低價拍賣，輸得更加徹底。最理智嘅做法就係喺市場仲有承接力、資產仲有流動性嘅時候，果斷減持非核心冗餘資產，主動降槓桿、減負債，將固定資產換成靈活可用嘅現金。短期睇係帳面虧損，但長遠嚟講係保住核心財富、避免全盤爆倉嘅最優解。手握充足現金，不僅可以安穩度過風暴，等後市觸底資產跌出低位價值，仲可以抄底優質資產，喺新一輪財富分配入面逆襲翻盤。第二，精細化管理個人同企業信貸記錄，嚴控徵信風險，杜絕所有高危操作，守住風控底線。好多人誤解徵信，以為只要唔逾期準時還款，信用就完美無缺。但銀行特遣隊嘅大數據風控篩查維度極度細緻，除咗逾期記錄、信貸查詢次數、信用卡使用習慣、負債率、新增吞貸款，全部都係風險指標。而家敏感篩查期，銀行系統每月都會掃描所有客戶徵信。如果你短期頻繁申請信用卡、查詢貸款額度、新增消費貸、經營貸、長期信用卡最低還款、負債率飆升，系統會即刻將你標記為財務惡化、現金流緊張嘅高危人士。就算你一期都唔拖，銀行都會提前封控，降你信用卡額度，收回私人信貸凍結授信。呢種封控動作會引發連鎖危機，原本緊繃嘅現金流會瞬間斷裂，直接陷入債務困境。所以呢段時間大家一定要悉守徵信，唔好亂申請新卡、亂借錢、亂查額度，杜絕最低還款、分期套現等高危行為，保證每筆貸款準時結清，維持乾淨穩健嘅信用記錄。等銀行判定你係優質低風險客戶，主動對你放寬尺度。第三，收到銀行約談、催貸補倉通知，絕對唔好逃避，唔好拖延，主動溝通，積極自救，制定可行嘅債務重組方案。好多人遇到銀行催收同核查，第一反應就係驚逃避唔接電話、唔覆信息，以為拖得一時得一時。呢個做法係最愚蠢、最致命嘅，直接斷送所有自救機會。喺銀行風控體系入面，失聯、抗拒溝通、拒絕整改係最高級別風險信號。一旦你選擇逃避，銀行會直接判定你無意還款、無力自救，即刻啟動全套司法追償、清盤、起訴程序。司法程序一開，就冇任何協商餘地。你不僅會虧埋資產差價，仲要承擔巨額律師費、訴訟費、違約金，徵信同聲譽都會永久受損。正確做法係主動出擊，展現誠意，積極協商。收到銀行通知之後，即刻主動對接客戶經理同特遣隊負責人，梳理清楚自己嘅財務狀況、收入流水、資產負債，提前準備一套可行嘅還款、債務重組方案。普通業主可以主動講明自己穩定嘅收入來源，申請拉長還款年期，調低月供壓力，自願償還部分本金，降低銀行風險，換取寬鬆對待。中小企老闆更加要主動展示企業韌性同自救能力，向銀行提交最新營收報表、客戶清單、轉型方案，講明自己已經節流減資，開拓新業務，現金流持續改善，只係短期遇困。同時可以主動拿出個人物業、車輛保單做額外抵押，換取銀行保留營運授信，暫停抽貸。大家要記住，銀行嘅終極目標係收錢，唔係收樓，唔係逼死企業。司法拍賣、資產清算對銀行嚟講耗時耗力，成本高，回款低，一樣會虧錢。只要你有誠意、有能力還款、有清晰自救計劃，絕大部分銀行都願意坐低傾協商重組方案，俾你緩衝空間。呢個係普通人同中小企最有效嘅自保手段。站喺長週期角度睇，呢場千億壞賬風暴、全億資產大清洗，表面係金融災難，實質係香港金融市場、實體經濟必經嘅風險出清同結構重生。過去10幾年廉價貨幣泛濫，香港靠槓桿炒作推高資產泡沫，社會資源過度集中喺樓市同金融炒作，實體經濟被擠壓，累積咗海量隱性風險。加息週期、消費轉情、銀行清壞賬就如一盆冷水，醒咗成個市場，打破咗磚頭自升不跌嘅固化幻想，強行刺破多年泡沫，倒逼香港經濟告別粗放炒作模式，進入高質量轉型階段。呢個陣痛期一定會伴隨財富縮水、企業倒閉、資產流轉，短期衝擊好大好痛，但係香港經濟重生嘅必經之路。當虛高嘅樓價、泡沫化嘅租金回歸合理水平，香港年輕人嘅置業壓力、
普通人嘅生活成本都會大幅降低，創業者唔使再承擔天價租金同資產成本，可以將資金同精力投入產品創新、服務升級同實體經濟，令香港經濟擺脫炒作為主嘅畸形模式，重回實業為本、從善驅動嘅良性軌道。基夢市場永遠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呢場風暴會無情清洗掉盲目加槓桿、投機炒作、現金流脆弱、毫無風控意識嘅人，同時為冷靜穩健手握現金、懂得避險嘅人打開全新嘅財富窗口。泡沫出清之後，資產價值回歸本源，新一輪財富分配即將開啟。提前做好準備，守住底線嘅人一定會成為後市最大贏家。今日同大家徹底拆解咗香港千億壞賬風暴嘅底層真相，銀行特遣隊嘅運作、套路資產、海嘯嘅連鎖風險，仲有普通人、中小業主嘅全套避險自救方法。如果呢條片對你有用，幫到你認清市場危機，守住自己嘅血汗資產，記得點讚、訂閱、留言、評論，分享俾身邊喺香港置業、做生意、投資嘅親友，等更多人避開陷阱，躲過一劫。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睇法同疑問，我會持續更新香港樓市、金融市場、財富避險嘅最新乾貨，帶你精準把握市場週期，守住財富，捕捉機遇。